香港淺水灣的夜鳳裹着鹹聲，吹動落地窗紗簾時，王菲正將最後一隻行李箱推進黑色保姆車。她沒有回頭，後視鏡裏映出半山別墅的輪廓，那裏曾是謝霆鋒花3年時間打造的光影城堡。此刻城堡頂層的旋轉木馬燈旋亮着，卻再沒有孩童的笑聲。3小時前，謝霆鋒的私人飛機降落在赤鱲角機場，隨行律師團捧着3份不同顏色的文件，據說是關於4胎公主的信託基金、教育規劃與醫療團聚聘用書。而張柏芝的社交賬號在深夜11:17更新了一張6人合照，照片裏她留着 Lucas、Quintus 和2個更小的孩子，眼眶泛紅，比出6的手勢，配文只有3個字：17年。這3個字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讓整個華語娛樂圈在72小時內陷入瘋狂。從微博熱搜到 TikTok 挑戰賽，沖茶水間八卦到深夜電台情感熱線，所有人都在追問同一件事：那個被謝霆鋒用3億港元堆砌起來的童話王國，究竟是為誰而建？王菲的深夜離場是血裂船是乘船。張柏芝的6人合影裏，那2個面目模糊的幼童，是否藏着這17年來所有愛恨糾葛的最終答案？關於那座夢幻王國的傳說，最早源於3年前謝霆鋒在某次米其林晚宴上醉酒後的際遇。當時他對着米其林3星主廚比劃，說要建一座永遠有彩虹滑梯的玻璃宮殿，每個房間都要能看見北斗7星，人同泳池底要相嵌12生肖的琉璃馬賽克。未人當真，直到2024年春天，淺水灣道18號的地基開挖，施工序發現整座山體被掏空2層，地下藏了恆溫酒窖改裝的人同劇場，地上則豎起3座塔樓，分別以風飛茲的首字母命名。知情者透露，這座耗資3億的建築群裡，有專門沖芬蘭空運的吸光模擬系統，有來自瑞士的聲控護理機器人，甚至為未來的小公主準備了從出生到18歲的全部季節限定款縫縫裙，每件裙擺都繡着 FC 縮寫。媒體解鬥圍封之真，但蹊蹺的是，當記者在2025年聖誕節拍到王菲獨自出入該建築時，她帶着墨鏡從側門離開，手裏拎着的塑料袋裡裝着2盒速凍水餃，與城堡內6位米其林廚師輪值服務的場面形成荒誕對比。更令人費解的是，城堡主臥的保險櫃裡被清潔工撇現過一份星際穿越藍光碟和一本翻爛了的小王子。書頁間夾着張手寫便簽，上面是謝霆鋒的字跡：給倍數星星的女人，但爸爸不知道你的名字該叫什麼。這句看似溫馨的告白，在如今的風暴眼裡卻透着某種宿命般的茫然，仿佛這座耗費巨資的宮殿，從一開始就欠缺了一個真正的主人。事業停擺的細節比建築本身更耐人尋味。謝霆鋒的風味全球美食巡演原本排到2027年，12個城市的場館定金已付，卻在今年3月突然全部取消。經紀公司給出的身體原因顯然無法解釋他為何同時拒絕好萊塢動作片邀約和納地懸疑劇的男1號劇本。更微妙的是，他名下的後期製作公司票朝廷暫停了所有商業廣告項目。8人團聚被遣散時，每人拿到相當於3年薪水的補償金，卻簽了嚴苛的保密協議。有被財運工匿名在論壇發帖，說最後一次見到謝霆鋒是在公司天台，他用激光筆對着天空畫星圖，嘴裡反覆念叨7星連珠那天要開燈。這與王菲曾在新歌《螢火》你唱的第7火星熄滅時，斜是我點亮所有回家的路形成詭異呼應。而張柏芝這邊，他的直播帶貨團聚在4月突然解散，原定暑期檔上映的《喜劇之王2》也宣布換角，工作室電話永遠佔線，只有助理偶爾在粉絲群發微笑表情包。3人的事業仿佛被同一隻看不見的手按下暫停鍵，而那隻手的主人被港媒猜測為4胎公主的生父。儘管謝霆鋒通過律師發函否認親子關係，但函件中特意強調對任何未成年子女均準撫養義務的措辭，被解讀為變相承認了某種責任。有財經博主算過一筆賬，謝霆鋒借輪停工加上城堡建造費用，賬面損失超過5億港元，
但這不僅對他來說或許遠不及那3座塔樓裡空置的人同房更令人心慌，因為每間房的門鎖都設置了不同的指紋密碼，而錄入系統的唯一生物訊息，據說是某個從未公開露面的新生嬰人的國長紋路。王菲深夜搬離的畫面被狗仔隊用長焦鏡頭拆解成420幀影像。第一幀是晚上10:08，她穿着灰色衛衣走出主臥，手裏攢着個褪色的菩提手串。第10幀是她站在人同房門口停讀了7秒，燈光照見門框上貼着的卡通身高尺，最高刻度停在80厘米處。第56幀可現她將一串藥匙留在玄關的貝殼托盤裡，旁邊壓着橡便簽紙，墨跡被淚水暈開，只能辨認出諷字。第130幀是她彎腰轉進保姆車時，頸間畫出的吊墜，不是謝霆鋒送的那枚定製鑽戒，而是張柏芝在2012年慈善晚宴上捐出又被匿名買走的翡翠平安扣。這個細節讓網友炸了鍋，有人翻出張柏芝去年直播時模擬展示的手鏈，連墜正是同一塊翡翠的分割部分。當時他笑着說：有些緣分碎成白飯也是亮的。更驚人的是，搬離次日清晨，淺水灣別墅的保潔人運在回收站撿到半張被撕碎的孕期營養食譜，背面用鉛筆寫着給4月出生的妹妹，而謝霆鋒的生日恰恰在8月29日。若按此推算，所謂的4胎公主預產期本該是今年4月底，但眼下已是8月。有婦產科醫生在科普賬號上分析，如果食譜捉實，那麼生產時間與謝霆鋒近半年的公開行程完全對不上。他2月在北海道滑雪，3月在倫敦拍賣行舉牌，4月被拍到在馬爾代夫衝浪，似乎沒有任何空窗期能陪護待產。但隨即有粉絲爬出，那段時間他每次出行都隨身攜帶一個銀色恆溫箱，自稱是存放雪茄的保濕具，可型號卻與某瑞士品牌的新生危轉運箱完全一致。這些蛛絲馬跡像散落一地的拼圖，每一片都指向某個不容置疑的列論，可拼到一起時，畫面卻模糊得像隔着膜玻璃。張柏芝那張6人合照的謎底，在網友逐幀解鬥下越發剝索。照片中她身後隱約露出半幅油畫，畫面上是6個天使圍着一架鋼琴，而那架琴赫然是謝霆鋒母親狄波拉在1988年贈予謝家的全家古董。更引人注意的是他比出的6手勢，食指與拇指圈成0，其餘3指翹起，被符號學家解鬥為承諾的古老手語。有粉絲翻出他2009年接受《老與有約》時的錄像，彼時他含淚說想要6個孩子，因為6是圓滿數，而謝霆鋒當時在台下悄悄對鏡頭比了同樣的手勢。如今17年過去，這張照片裡的2個幼童，男孩眉眼酷似謝霆鋒少年時期，女孩的嘴唇則如王菲如出一轍。基因的玩笑讓吃瓜群眾分裂成2派，一派堅信這是風飛之共同撫養的劣徵，另一派則指出女孩的瞳孔顏色偏淺，懷疑有境外合法代孕的可能。但所有人都在等一個官方說法，等到的卻是謝霆鋒經紀人霍文希的煙霧彈。霆鋒正在研究量子物理與美食分子料理的跨界項目，其他私事不便回應。與此同時，張柏芝的閨蜜在私人敘敘上透露，柏芝最近常哼一首老歌，是王菲的《人間》，但歌詞被她改成了風雨過後的確不一定有彩虹，但至少你見過烏雲鑲着金邊。這種跨時空的對話感讓情感博主們興奮不已，有人連夜撰寫墨字長文，論證這3位當事人早已超越普通情愛，進入了某種靈性共修的境界，而4胎公主很可能只是他們用來連接彼此的精神圖騰。將碎片拼湊起來，人們發現這3人的命運早已纏繞成浮集的莫比烏斯環。2000年風飛戀驚世駭俗時，張柏芝旋是星願李清準的護士。2006年謝霆鋒娶張柏芝，王菲在演唱會上唱紅豆時哽咽。2011年風之分辨，王菲在微博發蝴蝶飛不過滄海又被秒刪。2014年風飛復合，張柏芝被拍到在餐廳獨飲公酒，對鏡頭舉起6根手指。如今17年彈指，他們3人始終在輿論的暴風眼中擁持着詭異的三角平衡，每次看似要塵埃落定，總有新的枝節橫生。這次4胎公主事件，
更像是所有未解情愫的集中噴發。謝霆鋒砸出的3億城堡，或苦不只是給某個新生涯的禮物，更是給過去20年所有未能兌現的承諾修建的紀念碑。而王菲的搬離，究竟是徹底割席船事以退為進？她在機場被拍到的新紋身或苦能說明什麼？又以後新增的梵文，被佛學院學生翻譯為願起願滅，不增不減。至於張柏芝的含淚合影，更像是她對某種理想家庭形態的終極告白。即便那個綠代表的圓滿永遠無法抵達，至少他勇敢地畫出了虛線邊框。有心理學教授在專欄裡分析，這三人其實共享着同一種創傷模式。謝霆鋒用建造來填補童年父母離異的空洞，王菲用疏離來保護自己不被期待灼傷，張柏芝則用不斷生育和展示家庭來對抗被拋棄的恐懼。他們像三個各自殘缺的圓，試圖通過彼此咬合來滾過命運的泥沼，卻始終找不到那個能卡住齒輪的豁口。自媒體時代的狂歡在第7天達到頂峰，有 UP 主做了3小時的長篇解說，把三人的情史編成《紅樓夢》12金釵判詞。有數據分析師爬取20年來所有報道，繪製出情感波動折線圖，發現每次振幅最大時都伴隨着某位主角的作品發布。更有戲劇學院學生將他們的人生片段改編成沉浸式話劇，在798藝術歐連演30場，場場爆滿。但喧囂之下，有冷靜的網友提出質疑：我們是否在消費3個真實人類的痛苦？謝霆鋒的停工或苦是因為手腕舊傷復發需要手術，王菲搬離可能只是厭倦了港島的潮濕氣候，張柏芝的6人合照裡那2個神秘幼童，經查證是他2個侄子的探班合影。當蘋果日報前總編在博客裡坦言我們編造了60%的細節時，這場集體亢奮突然顯出荒唐的本相。更諷刺的是，就在全網熱議4胎公主的檔口，謝霆鋒被拍到在北京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排隊打流感疫苗，王菲在雲南沙鷗被認出時正蹲在泥地裡幫老農挖土豆。張柏芝則被兒子 Lucas 的班主任表揚家長佢聰未缺席。這些平淡到近乎無聊的日常，與熱手上驚心動魄的豪門劇本形成刺眼的割裂，仿佛有2個平行世界同時運行，而我們選擇相信那個更刺激的版本。理性地看，這整場風波不過是娛樂圈最是慣性的又一次慣性滑行。公眾需要戲劇，媒體製造戲劇，當事人則被迫在戲劇中扮演連自己都陌生的角色。謝霆鋒3億建城堡，也苦只是一個父親對女人奢侈但單純的愛。畢竟他曾在採訪中說過要給女人所有我童年缺失的童話。王菲深夜搬離，或苦只因她想念北京胡同裡的豆汁人和乾燥的暖氣片。張柏芝比錄手勢，可能不過是某款美顏 App 的新濾鏡特效。我們太擅長給偶然事件編織因果，卻忘了真實的人生充滿隨機的噪聲。17年對普通人而言是青春到中年的跨度，對他們3人而言是從玻璃般脆弱的偶像蛻變為有血有肉的父母、商人和藝術家的過程，其中必然有妥協、有釋然、有無法對公眾言說的灰色地帶。那些被我們津津樂道的實誰？有多少是狗仔隊蹲守3晝夜換來的幾噁模糊影像？那些被我們痛罵或同情的主角，又有多少是經紀團隊精心打磨的人設碎片？當我們為3億城堡炸舌時，是否注意到香港樓市同期有上百棟豪宅易手，而謝霆鋒不過是其中比較有名的一個買家？當我們為王菲搬離扼腕時，可曾想過他去年在北京購置的新宅距離寺廟只有200米，或苦他只是想去聽更清晰的晨鐘暮鼓？當我們為張柏芝的眼淚心碎時，有沒有算過他直播間裡那款雅樂水上個月的銷量暴漲了400倍？娛樂圈的每一場風暴都裹挾着太多經過編碼的信息，而解碼的鑰匙從來不在我們手中。這場風暴終將過去，就像香港淺水灣的潮水潰沒平沙灘上所有精心雕琢的沙堡。當我們回望謝霆鋒、王菲與張柏芝這17年來的分合聚散，與其說是在圍觀一場豪門恩怨，不如說是在鏡像中凝視我們自己對於愛情、責任與圓滿的焦慮投射。媒體需要流量，
觀眾需要談之，但真實的人生永遠在標題之外粗麗而堅韌地生長。青韻苦我們提醒自己，鏡頭捕捉的眼淚可能是眼藥水的效果。律師函裡的每個字都經過10次修訂。社交平台上的含淚比心或苦只是經紀團隊設計的危機公關方案。真正的理解始於對隱私的敬畏，真正的同情止於屏幕前的唏噓。在按下轉發鍵之前，不妨想想那些被我們津津樂道的實錘，是否經得起時間與良知的檢驗？那些被我們痛罵或同情的主角，是否擁有比宮中想象更複雜的納心節奏？願我們在下一次熱搜爆掉時，能多一分清醒的留白，少一些非黑即白的暫敘。畢竟，愛從來不是統計學，幸福也無法用6個手指或3億港幣來丈量。讓他們安靜地處理人生，讓我們從容地過好自己，這才是對娛樂時代最體面的回應。那些在深夜刷屏的猜測與憤怒，終將在下一個八卦到來時如潮水般退去，而留下的是我們對自身窺私慾的反思，以及對他人生活邊界的重新確認。或苦真正的圓滿，不在於6人同框的合影，也不在於城堡裡旋轉的木馬，而在於每個個體都能在紛擾之外，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篤定與安寧。